大家好各位电視機條前嘅阿哥、阿姐、阿姐你好，我係今本嘅跳舞嘅先生李友生。在開始跳舞以前呢，先來做暖身運動然後我喺跳呢，你看哎呦4、5、6、7、8，彎片2、3、4、5、6、7、8做對，彎片3、4、5、6、7、8，1、2、3、4、5、6、7、8，彎嘅肩頭1、2、3、4、5、6、7、8，1、2、3、4、5、6、7、8，彎片1、2、3、4、5、6、7、8，1、2、3、4、5、6、7、8你嘅背弄骨按用，你看1、2、3、4、5、6、7、8彎片1、2、3、4、5、6、7、8 OK， 接下來你嘅腰骨1、2、3、4、5、6、7、8，1、2、3、4、5、6、7、8，彎片1、3、4、6、7、8，1、2、3、4、5、6、7、8好，你嘅膝頭聽聽嘅腰片1、2、3、4、5、6、7、8，1、2、3、4、5、6、7、8彎片聽聽嘅要注意3、4、5、6、7、8你嘅手腕右拇足按用，你看1、2、3、4、5、6、7、8彎片1、3、4、5、6、7、8 1、2、3、4、5、6、7、8 1、2、3、4、5、6、7、8接下來呢我們的暖身運動呢就已經做完了，接下來要進入正式的舞蹈教學咯。這起來動一下，有沒有？剛剛暖身運動3分鐘錯過了，沒關係。接下來正式進入跳舞了要來教這個 James Brown 的動作他 James Brown 是這個美國很有名的一個歌星他的歌就是我沒有版權問題，不能講，不能唱太多所以呢，我們就知道有一個 James Brown 他的腳很厲害，他腳會這樣動來動去，會這樣動來動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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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很瘋狂的時候就這樣動來動去造成大家模仿連 Michael Jackson 都在模仿他這樣。那我們這次就截取他的整個這個表演裡面的其中一小段就好了，很簡單，腳就這樣子開合，但是呢，這個開合呢，大家看起來呢需要一點時間我小時候我記得我學到第一個這個動作的時候，我學會的時候，我就真的是快要落淚了。這樣打開來，這樣合起來這難度在哪裡？你的腳尖跟腳跟要這樣子，這只腳尖不是喝酒醉不是喝酒醉的感覺這樣子，這樣顛起來大概是這樣，輕輕的就好了，輕輕的就好，打開來，然後同樣的地方回來顛，然後這個時候呢換一個腳原本腳跟的地方換成腳尖，腳尖的地方換成腳跟，然後就去別的地方了所以呢去外面的時候呢，通常外面那只腳一定是腳跟因為這樣子比較好做這樣打開來，這樣打開來，要注意你的膝頭要注意這邊不用刻意做到很大，沒關係膝蓋跟腳尖不要超過沒有關係這樣比較符合運動的規則加油，走腰片左片右片6擺，嘿，左片右片左片6擺 ，OK， 這很簡單了好，那我們來試試看5、6、7、8 1、2、3、4、5、6、7、8等一下，很快你按鈕按得走沒按鈕沒按鈕按鈕，有一點斜的比較正確。那初期呢，可以這樣子，可以這樣就好了。初期可以這樣，不要這樣，這樣是
这样子是很好笑，这样会很好笑。好，这样会很像那个蝴蝶之类的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脚尖，注意了，这个脚尖会影响到你的重心，所以你这样子过去的时候，身体有点斜过去会很刚好，看起来就会有个视觉感。3、4 ，OK， 从头来一次哦。6、7 ，Go， 1、2、3、4、5、6、7、8，好，加手一样哈。1、2、3、4、5、6、7、8。啊，周代某会太难吗？再慢一点点哦。Go 100。1、2，加起来3、4、5、6、7、8。接下来很简单哦，跟之前的那个布袋戏哦，大幅影跟后卫有一点点一样，但是我们这次只有做摇摆，没有加手。一样的，你该 get tail。1、2、3、4，好 ，get 往出后哎，摇摆的感觉比较重要，好，这种摇摆的感觉。要有点这种拽拽的，手放在这边，顺着这个反方向走，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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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边，走，好，慢慢的来哈，看一下哈，动作是这样子，1，好，我们这个动作刚好在这边的时候，哒，顺着过去，哒，噔哒，噔哒，噔哒，哒，噔哒，噔哒，好，所以就是这样，摇，噔，摇，好，这个摇摆的感觉哈很重要。好，现在跳舞呢，要的是一个律动韵味感觉。好，所以你如果这样但是没有在拍子上面，好，这样就不优雅，不优雅。我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elegant。所以呢，我们要有点这种感觉，OK。所以就是这样，到这边来，1、2、3、4、5、6、7、8，咚，好，大概这种感觉。好，小小做大呢就会这样子，1、2、3、4、5、6、7、8，咚。好，接下来呢，第3个8拍到这边的时候很简单，你去 get tail 我们在暖神运通嘅时候，有时候按钮往前1、2这样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把它做在节奏里面，就会按钮1、2做2次就好了，1、2一样，前面搓个手，好像你洗手一样的嘛。所以呢，在前面 get tail 往前1、2。所以方向很简单了。当你在这边的时候，身体自然就会向左边了。1、2然后再加蹲，是神奇，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就出现了。1、2搓 ，OK， 再一次1、2换另外，就很自然的搓。所以这个方向性呢，就是很自然，你只要转向，它自然就会在这个位置。来，预备 ，Go， 1、2、3、4、5、6，洗手喽。好，再回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再回来刚刚第一开始的第一个8一样，通州1、通州1、通州3、通州1通州2通州1、通州11、2、3、1通州1、通州2、通州3、通州1所以是回到这个 James Brown 1、2、3、4、5、6、7、8，好，可以吗？如果觉得这个地方太复杂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就好了，也可以，我们就是做开心就好了。重点是要起来动，重点是大家离开，不要一直坐在那边，我们要起来跟着我们的这个运动单元呢，好好的在跳舞。OK， 我们跟着节奏来试试看哦，5、6、7、8、1、2、3、4、5、6，嘿，挥，拍，挥，拍 ，get tail 200，洗手嘞，100、200，洗手嘞，James Brown，按钮做代码，右左，这个口诀背起来很好用，但是呢，这个跳舞呢，我们重点是要先学会模仿基础的，然后呢，这个重点呢学会了，然后律动感学会了，我们再开始把动作慢慢的给它放大，
慢慢变大。好，再一次哦，我们跟着节奏哦。6、7、Go！ 1、2、3、4、5、6、7、8，咚咚咚咚 ，clap， 咚咚咚 ，clap。1、2，洗手。1、2，洗手。James Brown。1、2、3、4、5、6、7、8。啊，安阳做 demo。哦，好服哟。哦，学会了，很好。来，预备，再一次哦。预备 ，Go！ 1、2、3、4、5、6、7、8。1、2、3 ，clap！ 1、2、3 ，clap！OK。1、2、3、4、5、6、7、8。1、2、3、4、5、6、7、8。啊，都对吗？好，停的节奏。哦，我们的音乐准备哦，预备，音乐请走。好，跟着节奏走。5、6、7 ，Go！ 1、3、4、5、6、7，挥下去，拍手，拍手，预备 ，Gentle，Gentle，James Brown，James Brown。哦，整个感觉就是很，这个叫做很 funky 的感觉哦，这个感觉说，很好，很幽默。哦，有没有像这感觉，好像以前这个穿全身豹纹的感觉？哦，啊，这一周在轻后，哦 ，OK， 哦，停停节奏，亲密一拜哦，预备 ，Go！ 6 ，Let's go！ 嘿，拍手 ，Gentle， 洗手 ，Gentle。洗手 ，James Brown，Let's go！ 大家做得清后，请站掉，那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很可能刚刚练过的这些动作呢，在前面几集都有做过哦。那大家不要忘了往前去复习哦，这样学这后面呢会越学越快，好不好？那各位大家视察一下大家好不会哦，有学过了哈。前面的这个是 hip hop 动作我们总共有很多集到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单元呢，要继续往下走喽。之前有复习的呢，大家不要忘记把它存下来看一下然后呢，或者是把它录起来看一下，都很棒。那接下来要来教的这个动作呢，很简单这动作也是一样，有点有趣。它怎么有趣法呢？就是有点要跳不跳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哎磨呀那手就是这样子磨也是一样磨左右左左右左右但是脚呢有点这个害羞，脚有点害羞的感觉，点2下，一下点回来这是第一拍，1回来以后换第2个，1回来，然后2下，1、2所以动作就是这样子，1、2、3、4、5、6、7、8，不过呢，这个动作呢，不是说踩越大力越好这不是说这个踩越大力越好，我们就只要小小的就好，动次，动次，有没有很像隔壁那个阿婆有没有？拿那个米酒还是拿那个小笼包给你的时候，你说磨啦，磨是这样磨大概这种感觉这种要把这个跳舞的感觉呢，跟着生活融入，这才是这个街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把它想成动作，想成动作你就想说这个手要这样很难灵魂就不见了，所以呢，动作的感觉是这样子推下去踩1、2、3、4、5、6、7、8，那要怎么把这动作呢做起来呢？神奇一点点，要怎么做呢？
就是要加个 你看，好，你看，好，这样子，这种感觉，所以是这样子，右左右右左右左左，很神奇哦，加了你的身体就会变得很弹跳、很软哦，会变这样子哦，看哦，预备 ，Go， 右左右右左右左左，是不是觉得差很多？好，没关系，那我们回到上一个。二声马改宝啊，冇小的就先做起来啊，小的先做起来啊，可以了，开始可以了，画圆圈，咚哧哒哧咚哧哒咚哧哒哧咚，回到小的啊，不要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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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这是第一个8拍啊，这味道要做到啊，要味道怎么做到呢？不是你把这动作做大这样就好看，重点是在画圈啊，预备 ，Go， 咚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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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其实这样动作就不会很复杂，啊，但是呢，下一个动作呢比较有趣一点点啊，要记得前几个是不是有这个碎绳啊、胸拱这个手的感觉，对不对？啊，碎绳给按用手哈，这再教一次啊，1、2、3、4，1、2、3、4，啊，加快一点点哈，肩膀的感觉，哒哒。就是这种柔软的感觉哈，很像水，很像鞭子也可以哈，很像鞭子这样的感觉。但是呢，这次我们用在哪里？好，1、2、3、4、5、6、7、8，噔噔，好，很简单，就这样顺着下去，右左拉起来的时候，右左拉起来，听一下，跳起来，好，所以是4的时候在上面跳一下哦，1、2、3、4， 1、2、3、4，啊，5、6、7、8的时候反过来做，左边，6、7、8，好，所以肩膀会做3下，1、2、3、4、6、7、8，再加上这个肩膀的状态，还不跳的状态会这样子，1、2、3、4、6、7、8，加跳。1、2、3、4、6、7、8，好，跳的时候呢，两脚跟手一起跳起来哈。啊，注意哦，这个时候很考验的是这边的肌肉哦，知道吗？哈，这动作很重要哈。然后再回到这个动作，6、7、8，这个时候右脚是不是已经在上面了？要注意哦，这个动作呢会有点小小危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好你的左脚要站稳哦，不要一下侧，不要一下跳太远。我们先在原地做什么？你的右脚哦，勾一下，哦，这样子勾一下，哦，它是这样，动作是这样，1、2、3、4、5、6、7、8，好，1、2、3、4、5、6、7、8。哎，但是呢，这个时候加一个跳过去的感觉，好，但注意要跳的时候一定要以左脚为主哦，右脚轻轻勾就好了，不要突然太大力，太大力会滑倒哦，滑倒当然撞到哦，要注意安全哈。来看一下哈，跳过去哦，左脚跳过去的时候，右脚勾起来，只有这样子，哦，你就想象这边有个中线，我们不要跳超过这个中线，哦，不要跳超过这个中线，哦，啊，勾一下，然后掉下来，勾一下，掉下来，勾一下，掉下来，勾一下。掉下来，勾一下，掉下来，勾一下，往反方向平衡一下自己。哦，左脚在这边的时候呢，右手就在这边平衡一下，好，这样拉起来，平衡一下自己的感觉。哈，街舞是一个很直觉的东西，拉起来。哈，所以呢，看起来动作呢，连续起来会是这样子。拉起来的时候，刚好脚跟右脚，好，给一下，好，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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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这动作就是这样子，从头哦，就会按钮哦，画圈，预备哦，6、7 ，Go， 1、2、3、4、5、6、7、8， 1、2、3，跳起來，1、2、3，跳起來，叫一下，叫一下，叫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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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勾起來的感覺哈。勾起来，勾起来，好，侧面看起来像这样子，勾起来，
勾起来，也是要注意一下哈，跟前面的动作一样哦。大家如果看前面几集的话，动作就是这样子，在原地先做之前呢，先往后走没有关系。譬如说我们现在在这边，我们要往后走，我们就这样勾勾勾勾，等到呢可以熟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在原地做，在原地做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勾的时候呢，把前脚往前踢一下，哦，等于是右脚要下来的时候呢，左脚闪一下，然后再绕到这边来，自然的勾起来，好，所以前脚会有个画圈的感觉。好，一切呢量力而为，哈，最差，我们就只要做后走，好，慢慢来，不要急，哈，慢慢来，最简单，我们就是往后走，这样就好了。OK， 然后再回到，好，我们也是一样，通州一，通州二，通州三，通州二，好，然后再回到这个地方，一、二、三，一、二、三，好，我们接下来要来跟着音乐节奏来试一次哦，预备，音乐请走。3、4、5、6，画圈 ，Go， 小的2次，准备绕，1、2、3，跳，1、2、3，准备勾，1、2、3、4、5、6、7、8，噔哒噔，跳起来，噔哒噔，跳起来，好。看起来哈，这个东西很简单哦。我们做小的时候会感觉好像小，什么都没做，好像乱的这样子。但其实它都有重拍，只是说在你的肩膀或者是在你的手上而已哈。接下来我们要试试看呢，啊，正式跟着音乐来做一次哦。预备，音乐请走。5、6、7 ，Go。哒，Go。噔哒，往前跳也可以，往前跳，哦，随时都可以走，可以走。按用做 demo， 哦，好不好？啊，请明白哦。音乐请走。5、6、7 ，Let's go。小的，跳起来 ，Go， go。OK， 好了，那我们这个单元呢就做到这边喽，要记得复习哦，拜拜，张来了。